主要2026年1月2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奉献是敬神听人的实践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申命记》第14章2月29节。逐年，恁着对亚种所收成田园的出产10分抽1分。恁着伫上主恁的上帝拣选互恁服侍伊的所在，伫伊的面前食所奉献1/10的五穀、酒、油，甲头上生的牛羊。安尼，恁通学习常常敬畏上主恁的上帝。上主恁的上帝赐福恁，伊所拣选的所在，若离恁伤远，恁袂当带要奉献的祭物去遐。恁通换做银，甲伊包起来，摕伫手里去上主恁的上帝拣选互恁敬拜伊的所在。恁通照恁的意思，用正的银买牛、羊、薄酒、厚酒，也是其他恁看做好的物。伫遐，恁甲恁的家眷，着伫上主恁的上帝面前做伙啉食欢喜。恁着照顾住伫恁中间的利未人，因为因伫恁中间无分着产业。每3年，着将第3年收成的1/10运来放伫城内。恁中间无分着产业的利未人，以及住伫恁中间的出外人、孤儿、甲寡妇，拢通来食到饱。安尼，上主恁的上帝会因为恁所做这一切的事，赐福气互恁。奉献是敬神听人的实践。袂少牧者同工捌受劝诫，踮教会莫讲1/10奉献的信息。为甚物牧者伫教会讲到奉献，会挑起信徒敏感的神经？奉献需要亲像律法安尼遵守是无？咱着思想上帝设立11奉献的心意，搁对其中看见奉献毋简单是付出金钱的义务，是敬畏上帝、操练信心，甲疼人亲像家己的生命方式。摩西对以色列人讲：逐年恁着对亚种所收成田园的出产10分抽1分。恁着伫上主恁的上帝拣选互恁服侍伊的所在，伫伊的面前食所奉献1/10的五穀、酒、油，甲头上生的牛羊。安尼，恁通学习常常敬畏上主恁的上帝。上帝透过摩西吩咐以色列人，每年爱将产地收成的1/10带到伊的面前，搁踮伊选定的地方食所献的。这是学习敬畏上主的行动，感谢伊伫经济上的供应，伫人性上顺服，是敬畏上帝的实践。接落来的经文讲到，徛家若离上主选定的地方真远，袂当甲上主互人丰收的1/10捐运去遐，就通先卖掉土产和精生，甲钱带到上主选定的敬拜场所，用钱买牛肉、羊肉和酒，全家爱踮上主面前啉食快乐。可见奉献通用实物，也通用金钱，方式是活泼的。人通伫奉献中体会上主的丰富供应，搁欢喜享受。蒙恩的人除了和
厝内的人当享受上主的恩典，搁较着爱顾及需要者，提供无产业的利未人生活之所需，供给外侨、孤儿和寡妇等散赤人卫生的粮食，互因会当按照需要领取。安尼，上主恁的上帝会因为恁所做这一切的事，赐福气互恁。可见，奉献是具体疼人、关怀人的自善行动。是要奉献会当建立彼此关怀的群体。咱所拥有的一切来自上帝，是要奉献提醒咱爱感谢伊的恩典，将收入的1/10分别出来奉献予上帝，是个别一切供应拢是对上帝来的，用信仰仰望上帝的供应，拄是信心的操练。今仔日的基督徒将所得到的一部分奉献教会，重要用途就是推动福音事工，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信徒对教会的奉献安尼，对福音机构和社福机构的奉献也是安尼。伫牧会中，除了长老教会总会的奉献主日以外，上接到的募款邀约是教会建堂需求。拄才开始，伫阮的中执会讨论的时，会出现咱教会去新的建筑物的时，也无对外募款。来建堂募款的单位伤济，咱教会无法度吸收等等讲法。我总是用上帝伫金钱顶面丰富供给咱的教会，凡事着规规矩矩照特殊做，用安尼做回应。几遍的讨论了后，开放募款诚侪经常的事工，每年对外奉献约教会总收入1/10，教会也望上帝加倍赐福。默想，奉献是对上帝敬畏和感恩，也诚做对人的祝福。奉献是对上帝的敬畏和感恩，也诚做对人的祝福。咱来祈祷，主爱的天父，感谢你丰富的供应，我愿意用敬畏的心，用实力奉献回应你的疼。搁诚做别人的帮赞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